想捉 Cam 但係又唔想少一科嚟計分，今年 JUPAS 收生分數上落有幾大，大家都知。如果你上年已經係啱啱好合格，你又驚唔驚今年重蹈覆轍呢？又或者本身水平唔差，但硬係衝唔到上去奪星嘅水平？隆重介紹 TC 中極文化版新學年常規課程正式招生，無論你係中4、中5定係中6，想由唔合格拉翻上嚟，定係衝上去穩陣奪星嘅水平，加入我哋嘅常規課程，我將會徹底改變你呢一科嘅命運。吓，點解要 join？嗱，我唔嘥時間講自己啲咩神奇教法啦，幾咁考評啊，我直接同大家分享一啲實際嘅數據。單計2026 DSE，我哋有400幾個名聲拎到5+，加埋有170幾粒星，當中唔少仲要係2星、5、3變5星，甚至乎係5星星嘅進步奇蹟。你話 DSE 太遠唔緊要，對上大考我哋有差唔多成100個學生喺自己學校度拎到全級頭3、頭5嘅成績，即係分分鐘你學校嘅學霸都係我哋嘅學生。嗱，不特止係仲有啲同學咧40%一嘢爆上80%，連佢老師都驚佢讀書讀到傻咗。仲有啲同學咧顛到咧係公認最難嘅 VDOS 課題入面，由全班尾3彈到變成全班第2。仲有啲學校顛到咧，全級頭3都係我哋嘅自己人。個結論就係我哋呢一套系統已經驗證過無數咁多次，幫無數咁多嘅同學咧做出奇蹟嘅進步。嗱，我真係唔係講笑，你只要肯跟足，如果你冇進步嘅，我批個頭落嚟俾你當凳坐都得。By the way，成功報讀9月常規咧，仲會送你一本最強精讀 Super Memo，仲等立即喺下低留言 info， 我會即時將最新嘅資訊啦、時間啦、報名方法啦一口氣 share 俾你。有緣嘅，堂上見，拜拜。